你成日話做個人品牌呢，做 IP 要有共情、共識、共鳴，但實際即係點呢？其實講嘅就係呢，你要用你自己故事去感動人、陪住人同埋講中人。係即係要分享自己嘅唔開心同埋傷痛經歷呢？其實講緊唔係一定喊先至叫真實，而係你敢唔敢去分享你曾經行過嘅路，真實咁樣呈現喺人哋嘅眼前。咁你幾時先開始真正做翻自己？就係我身體開始崩潰啦，咁我事業又棘住嘅時候，嗰陣時我真係識得去愛惜自己，照顧自己身體健康，跟住先開始吸引到啱嘅人，跟住咧嗰一刻開始咧，我就真係唔再做 IP， 而係我做翻真正嘅自己咯。咁即係話呢，共情、共識、共鳴，其實就係活出你自己。IP 唔係教人去做啲乜嘢，而係俾人去睇到原來有人明我。如果冇共情嘅話，就冇品牌；如果冇共鳴嘅話，就唔會有人記得你咯。如果你做 IP 嘅話，就唔好扮，一定要真誠。所以你可以喺後邊留言 DM 我，跟住我會 send 翻一份呢關於做 IP 落地嘅系統俾大家。